黃香溫靜。漢朝時候，有個孝子叫黃香，字文姜，係江夏人。9歲嘅時候，母親就去世啦。佢每日都非常思念母親，哀傷異常。鄉里嘅人睇到佢思慕嘅情景，無不稱讚佢係個孝子。佢嘅家裏面好貧窮，任何勞苦嘅工作都親自去做，一心一意，只想將父親服侍好，盡到為人子之道。夏天天氣好熱，黃香就用扇將父親嘅枕頭同床鋪扇涼。冬天天氣寒冷，黃香就先瞓入去父親嘅棉被裏面，用自己嘅身體使棉被溫暖，再請父親入睡。父親年老生病啦，黃香嘅侍奉更係格外嘅誠心。江夏嘅太守劉戶非常讚美黃香嘅孝行，就奏請朝廷讚揚佢嘅孝行。後嚟黃香被舉為孝廉，官做到尚書令。黃香9歲，母喪父傳，溫衾善枕，奉侍晨昏。黃香，字文姜，江夏人，年9歲喪母，哀毀餘禮，鄉人稱其孝。家貧，公執勤苦，事父盡孝。夏天暑熱，扇涼其枕恬；冬日寒冷，以身溫其被席。父疾，侍奉猶極其誠。太守劉戶表而異之，後舉孝廉，官至尚書令。